乡亲啊，你有听过实验教育无？这是一种跳脱到现有的教育体制，无受到国家课纲限制学习的模式。尽管伫台湾也未普及，但是111学年，全台湾实验教育的学生已经有24000人。想要实行这款乌托邦的教育理念，成本真悬，父母嘛要付出着加倍心力。像4岁小幼儿教育是由妈妈家己做老师，坚定来行这条自学之路。啊，今年相当是国小4年的伟达，同款嘛无去学校，嘛是由妈妈安排各种的课程，互伊来发展着兴趣甲才能。到底实验教育会当互囡仔啥？啊，选择着体制外学生，佫会当行出一条什么款的路呢？来看咱的报道。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篮球。好，那个。好，希望他可以在自学这条路上早一点认识他自己，然后早一点去发挥他自己的价值。孩子能够真的在他也认同的一些关键能力上能够被培养，你就可以去做你心目中的教育，这就是实验教育。1、2、3，青威所群准备等手机，4岁笑笑，今仔日有一个超级任务。我要用搅拌器，然后把蛋把它搅散。无论是太米粉、拉米糕，或者是将马达泡好发，伊拢会晓。虽然讲动作无介绍，但过老师的指令总是真紧，就会当理解。这样子我要磨腿，那你先帮我把一片放上来。当然，有时啊嘛是小可特切。那到手上的要怎么办？这里，我觉得吃掉比较。你想吃掉哦？推进去。好了，哇，这一个小蛋糕。这天是阿公的生日，悄悄要送亲手做的鸡蛋糕替阿公庆祝。祝你生日快乐！杨哥悄悄会晓的，那这名，等下到厝，今仔这个暗顿，伊也是总破塞。你好像那个美食节目的主厨哦。其实我就是啊，你有觉得很难吗？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超简单，超好玩。他其实蛮超龄的，我们就不要讲学习方面，就是光是生活跟思想，他已经超越了现在甚至是大班的学生了。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为日常看出囡仔特别，和父母对悄悄的教育有无共的想法。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在看学校，刚好看完学校隔2天。在网络上发现了有自学这回事，然后我们就立刻跟先生讨论了我们理想的教育方式，对，然后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走这条路，我们就不去学校了。我带你去探险的。当其他共回小朋友在上用地方的时阵，大主点就是悄悄教学，生活是伊的课程。想自学，因为我觉得自学比较好玩。1根就好了，1根。1根就够喽。1根就够了。因为我们只剩差1根，就像我帮你调整一下。好，这样子好吗？好。因为我希望他可以在自学这条路上早一点认识他自己，然后早一点去发挥他自己的价值。我的手要完整的，可以吗？好，那我要盖上去喽。好。囡仔学龄前都已经坚定要行自学这条路，老母的目标真明确。我自己理想的目标是到高中。那如果说他这当中他思想他觉得他想要到体制内，我觉得也没问题，就尊重他。我想要他做到的是，他可以明白自己的选择在哪里，他就不会在体制内走了可能10几年，出来说妈妈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你觉得我要选什么科系？同款是并且早起的上课时间。我伫教室内的也有今年小学4年的伟达。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那个莲花池，因为刚好自然的4上有讲到莲花，讲到水生植物啊。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杯塘公园，就是很好一个走出来看
看这些真正的东西。等一下，我们把课本拿出来看一下。威利，你看到了吗？哎，那有一只乌龟哎。Where？There。走读是把你课本上的知识变成一个你亲身的体验，对不对？因为课本上的东西有时候看起来其实蛮无聊的，但是你看到透过你亲身的体验，你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Look at that fish, it's so big！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就是自学的好处啦。对于回答的教育，做老母的亲力亲为，就是因为发现囡仔的特殊。差不多念幼稚园的时候，第一天，就园长说你的小孩子好像有点问题，对吧？要不要带去检查一下？当然我们很 shock 啊，因为他从小到大，我都觉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孩。怎么会得到这种评论？评估了以后，他就说你的小孩有可能是雅思，但是还是要观察一下。原本体制内的教育并不适合囡仔，跳出限制了后，电动发现囡仔比别人较牛的所在。It's one.威利可能3岁的时候，因为我有发现他好像跟其他小孩子不太一样，因为他数学真的太特别了，太突出了嘛。他已经对微积分已经很有兴趣了。在小学4年的维达，伊的数学都已经是高中的程度，甚至为伊学讲话年纪，都和老母真惊喜。开始讲话的时候就真的都讲英文。一开始他讲有些话，我以为他是讲客家话吗？还是因为保姆是客家人 Okay, Iceland, Ireland, the United Kingdom, Italy, France, and Spain, Portugal. 你说环境应该算是有，因为就是从小就听儿歌嘛，我们就听那些 rhyme 嘛，就是国外的儿歌，然后也会看英文绘本。他的强弱项太明显了，他不是一个每一项都很平均的小孩，他有的强的非常强，像体能就非常弱，又弱到太弱，变成说你在一个团体里，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团体。为迄阵开始，老母就担起伟大的教育进步，世界找课程，好也当发展兴趣，发挥才能。It's like a bit more relaxed in school, more flexible schedule. 无考试，学风自由，家己安排课程，无受国家课纲的规范。台湾有愈来愈多家长选择安尼模式，就是人讲的实验教育。目前呢，国内的实验教育可以分为学校形态、公办民以及非学校形态这3种。111学年实验教育学生总数已经来到了2.4万人，5学年之间增加了0.9倍。而其中呢，非学校形态的学生总数是来到了超过1万人，当中又以国小的人数最多。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家长会选择实验教育？我觉得一个关键是在于说，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自己在身处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这个职场产业变化非常非常的剧烈，所以很多的家长越来越理解说，他觉得说，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考试的分数，让他的孩子能够真的在他也认同的一些关键能力上能够被培养，而不是好像国中3年、高中3年、6年的生命的时间都全部都花在准备考试、练习考试上面。创办实验教育机构，报介绍学者叶炳成认为，医生将决定一切传统思维已经不再是家长的共识，实验教育机构就是要打破分数的限制。老师，我知道一个字了，抓嘞，抓，不是这是抓，不是。在体制内，我们会透过不断的分数呈现这个孩子是否有学好。可是，在实验教育这样的一个面向当中，我们是透过质性化的描述来说明这个孩子的能力到哪里。OK， 好，来第2题有没有问题？那你今年几岁啊？8岁。8岁了，你原本在哪里上学？丽湖国小。那你为什么会来这边？因为爸爸觉得压力太大了，然后功课很多。以前考试写功课会觉得很累，这太辛苦了，就是一直写功课，你就会觉得小学生的生活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吧。大
今年小学2年的欧娜为台北市的国小转来到这已经一段时间，即摆是正适应，嘛开始享受伫学校的时阵。现在喜欢吗？喜欢。可以感受到他是喜欢来学校这件事情的。对，这个好像跟我的童年好像就有点反差，所以至少至少我看到是蛮开心的。隔壁班1年的学弟 Christopher 刚刚嘛是爱上课的囡仔之一。他早上闹钟一响，他就自己起来了，然后20分钟内他可以梳洗好，然后吃完早餐，然后出门。他很喜欢来上学，他每天都说他很快乐，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对他，所以他书包里面背着就是他的运动服、体育服、便当盒跟水壶。行出传统学校的教育体制，家长看到囡仔更较侪可能。他为了找 WHO 这个字，翻了一本书，前后他读书的时间大概花了2个小时。然后我说：“你刚刚那个字会拼了吗？”然后他还说：“哦。”他再回去看那个封面有 WHO 这个字，他再把 WHO 再写下来。因为他有这样的时间，所以他可以有这样的过程去学习。可是如果一般体制下的学校的话，小朋友问这个字，因为没有时间嘛，你被作业压着，被考试压着，然后你就会说：“哦。”我就会直接跟他说答案了。这个它是12加码，我要再翻一下吗？互囡仔自我探索，培养解决问题能力，严格建构教育理想，并不简单。整个自学的家庭，任何一个爸爸妈妈，他不是这样的专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所有的科目都自己教，所以很多科目会找不同的老师教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有一个挑战，因为每个老师的教育理念、教育哲学不见得一样，这个在孩子身上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实验教育机构已经多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大家开始要来好好的来检视哪些实验教育机构是真的有好好在教孩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实验教育机构是不是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哦，讲的好像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探索，但实际上它是其实是更高压，然后花更多时间在准备考试。行出体制，家长就爱家己做守门员，花更较侪时间甲心力。那安尼，目前台湾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各中和国小政府拢无补助，敢若高中生一学期大概补助24000到35000，所以一档10多万到50多万的学费，全部拢爱由家长负责，导致专业的成本。我觉得做父母应该不太会去讨论成本这件事情啊。对，成本在父母亲的眼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对啊，它是一个永远的投资嘛。去体制内的学校被名次追着跑，这些压力，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不够，每天就说小朋友学的不够，因为他第几名了，那不够怎么办？那我们就补习，你补习也是一笔费用。不少家长无计较成本来培育囡仔，严格等下到现实面，也有升学的问题。现做时国内实验教育敢若够高中，了后连续接起你大学的课程，体制内外转换，嘛爱事先规划。有一个计划我觉得蛮好，那叫青年领航计划，就是让18岁的孩子，你可以不见得要先去念大学，你可以先去工作。不少的大学科系的名额是只有给这种工作过2年回来的人才可以申请的。另外一条路就是直接申请大学，有国内大学跟国外的大学。国内的大学目前大多数的实验教育学院就会选择所谓的特殊选材，政府授权大学科系，你可以有部分的名额，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完全不看学测成绩，我只看这个孩子在过去这3年他研究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特别的能力啊！全台湾700多个名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量。养成未来关键能力，倒一种教育才是上好的解放。其实无标准答案。实验教育是给家长跟孩子另一个教育的选择机会，永远都没有最好的教学方法，只有那个孩子说我学会了，那个方法就是最好的。你希望透过这个实验教育带给小朋友什么？带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然后能够学习到该专心的时候非常专心，然后在玩乐的时候可以很疯狂的去玩 ，work hard, play harder。
免做好囡仔伫学习这条路快乐成长。我哋卡对所有的父母来讲，这是唯一的愿望。